说，远古时代，神魔灭世。危难之际，英雄使玄黄无极阵，封印群魔于异界，有2尊神兽守护，3界重获新生。但魔神贼心不死，想卷土重来，而正义的伙伴梦帆将会拯救世界。夜空寂寞，月亮是世界一颗发光的伤口。愈合，雨滴下落，在另一个宇宙会否有另一个我？霓虹闪烁，是世上风中那盏微弱的灯火，看破谁能明白相诱或是错。在云的彼岸接应过，有听过斗地金光是否必如我？在漂浮城市的尽头，你回首，我们终究逃不过轮回这一圈眼眸。一念执着，是谁何来微弱到不能燃烧的星火？让我来了解你的心魔，命运交错，我用这浩瀚宇宙如烟花坠落。这遥问天命，我背负了什么？一念执着，是谁何来微弱到不能燃烧的星火？让我来了解你的心魔，命运交错，我要这浩瀚宇宙如烟花坠落。这遥问天命，我背负了什么？只希望到最后一刻，我还是我。房东大叔啊，时空之气更新了，追个番呗，发条弹幕呗。美女，关注收藏追番一下，大黄支持一下。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时事。下面插播一条突发新闻：位于我市名山大学的考古发掘现场，近日凌晨2点55分发生不明爆炸。目前，消防及抢险人员已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援工作。据悉，该考古现场是在3个月前由市文物局联合名山大学考古系在陆氏集团的资助下进行保护性发掘的。专家分析，此遗址极可能为传说中500年前一夜沉入地底的建安古城。终于完岗！哎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次一定顺利过岗。点击破万，收藏破万，打赏破万，漫画界新秀奇才连一番即将出道。
这是哪儿啊？熬也熬出幻觉了吗？等等，这身打扮，难道我穿越了？真的穿越了！我就知道我不是普通人！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不是吧？开局就刷大怪，难度这么高？不过没关系，看我用主角光环！一点面子都不给主角的吗？还来！三星妖风。哦，好操作哦！这形式不是我现在能搞定的呀！新手向导还没有出现，按照一般的套路绝对不能浪，保命要紧！溜了溜了。这难道就是无敌大宝剑？抢妖风！我去！怪兽别急呀，我还没开始发育呢！这家伙搞什么鬼？竟能一边走位一边带妖风避开我所有攻击，套路真脏！你别太过分啊！我可生气了啊！走开！走开！走开！救命啊！我的任务。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醒醒酒，天亮了。原来是梦，没穿越。你想干什么？我去，还真不是梦。这一生时，你终于出现了，快和我缔结契约，一起拯救世界吧！哦，哈咦呀，哈哎呀，年纪轻轻的就这么疯了。幸亏上个月喂流浪猫剩了半袋，还没过期，喏，给。
这个大小挺合适，放心用，我每天都会帮你铲干净的。都说了，本座是护镇神兽吉里，不是宠物。嘿嘿，你以为我傻呀？神兽明明是这样的。虽然大部分都是杜撰，不过魔神和其手下的妖风们确实被玄黄无极阵封印于异界。本座身为护镇神兽，名为吉里，已坐镇三界1000万年。吉里，收起你怀疑冒犯的眼神。昨晚要不是本座赐予你战炉神剑，凭你能活着出来？啊，那个无敌大宝剑叫战炉啊！这家伙说的很有真情实意，不像胡吹。唉，可惜时光流逝，封印松动。妖风们通过时空之隙，让三界破坏的情况越来越多。时空之隙，什么玩意儿？它是三界与一界能量不稳定时产生的裂缝。放心吧，时空之隙里非常安全。毕竟你是天命之人，能够看到普通人不能察觉的魔怪和灵兽，又拥有强悍无敌、拯救世界的力量。啊！拯救世界！是啊，所以进入时空之隙打败妖风，注定是你的责任。放心，妖风很好消灭的，非常简单，一定要多战斗哦。嘿，尽管交给本英雄吧。嘿嘿嘿嘿，哈哈哈哈！不过你说封印魔神的阵法松动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啊，要怎么修补呢？这个嘛，搬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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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凡，你硬是个臭鬼，发思想了没？老板，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星期啊？等我这稿过了就有稿费。一稿下一稿，搞快快！没得钱，你就过来给我做活路。是，马上到。吉里，你就待在家里，我得出去赚小钱钱了。等等，还有啥事儿？在外面绝对不能泄露本座的身份，吉里。不行，座要亲自监视。才能单杀妖风啊？一星的也行啊。你以为一星的很简单？我上周单杀了头异星妖风，今天刚拆线。回我市名山大学的考古发掘现场，听说没？昨日发生名山大学古城遗址爆炸了。该考古现场是在3个月前，村通网由市文物局山顶有人下山了，是反收。在陆氏集团的资助下进行保护性发掘的。专家分析，此遗址极可能为传说中500年前一夜沉入地底的建安古城。该考古现场是在3个月前，由市文物局联合名山大学考古系，在陆氏集团的资助下进行保护性发掘的。专家分析，此遗址极可能为传说中500年前一夜消失的古城，建安古城听起来就邪门。我说就不该挖，要真挖出来点啥，考古当场便做过。据悉，爆炸现场并无人员伤亡情况。
要说邪门，不该是昨晚那头三星妖风吗？什么？陆航少爷，没事吧？没事。剑侠客，没听过呀。新人？干啥？还是三星的羊头怪？等等，这个任务不是龙太子吴越侯接的吗？孟伯，麻烦开快点。好的，少爷。名山大学古城遗址爆炸最新进展，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爆炸具体原因尚未查明。据悉，陆氏集团少东已抵明参与相关后续工作。哦，哎，500年白驹过隙，弹指间沧海桑田。本座堂堂护阵神兽，你让本座做个2轮的破车吹冷风也就罢了，你能不能好好开？姬莉，护阵神兽有2头吧2尊？什么2头？看，你兄弟。那是泡泡，3界最傻的灵兽。真不是一个妈生的？你才和泡泡是一个妈生的呢，鸡！哎呀，生什么气嘛？不就瞧你们长得挺像的吗？闭嘴！本座高贵睿智，岂是泡泡那未开智的灵兽能比的？切！连条海毛虫都怕。这玩意儿叫海毛虫？劝你别碰，这虫子脾气暴躁得很，被惹怒了，喷你一脸毒气。那剑侠客什么来头？刚成为天命之人就能单杀3星妖风，放眼3界能有几个？绝对来头不小。剑侠客大神666，剑侠客哥哥走花路吧，嘤嘤嘤。什么哥哥？要我说，肯定是个冷酷内敛、沉默寡言、气场超飒的美女。美女，我已经给你送了上千次外卖了，每次不是薯片、汉堡就是炸鸡、辣条，要多吃蔬菜，多运动啊！哦，对痛经也是很有帮助的。记得多喝大枣红糖生姜水啊！剑侠客，听这名字一定是个潇洒飘逸、优雅体贴的帅哥。嘿嘿。别争了，总之剑侠客是个高手没跑了，深不可测，行事低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好，危险！停车！还能这样玩的？弟弟，这智商没救了。有病啊！赶着去投胎啊！精神病就别出来了。这小子哪儿冒出来的？天命之人法则没看过？哼，我见过他，是个憨货。有武器，快跑啊！让开，快让开呀！
汗毛虫围堵而已，哪来的缺心眼儿？5秒之内，我要这家伙的详细地址。哦呦，这人搜了！任这小子折腾下去，整个3阶的人都要知道天命之人的存在了。天书还不动手？再不快点儿，人就要被精神病院收走了。本台消息：11点30分，一男子突然冲上名山市医院之路人行横道，致多车追尾。据目击市民称，该男子稍前曾在名山公园散布毒气谣言，造成人群恐慌。因男子已有精神分裂、被害妄想等症状，名山市精神病院已派医生前往处理。那家伙就是剑侠客！天命之人法则第2条，不可伤害平民。第3条，不可在平民面前随意暴露身份。第11条，不得因非不可抗原因引发动荡骚乱。你刚成为天命之人半天不到，接连触犯多条法则，你可知罪？天命之人法则？什么玩意儿？别搁这装傻！千里传音阿婆婆注册第1步就是熟读天命之人法则。千里传音阿婆婆，又是什么玩意儿？哼，演，继续演。阿婆婆，啊！啥时候装的？这也忒流氓了吧？不知者无罪，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小子好像真不知道。哎呀，早跟上面人说了，流氓软件要不得，现在咋整啊？我来判判。剑侠客林一帆触犯天命之人法则第2、3、11条，念在初犯，只警告罚款，稍后你会收到处罚详单，就此结案。为什么要罚我款啊？我又没……哎呀，行了行了，对外事务部下班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哎呀，这小子刚填的登记表啊，找到了。主人林一帆，灵宠名，吉里吉里，物种。护镇神兽。护镇神兽。是啊，护镇神兽，我的灵宠。小伙子，有点东西啊！不错不错，世界等着你去拯救呢。加油，毛利给！他管那个畸形傻泡泡叫护镇神兽，吉里我还咕噜的。这样的小子也能干掉羊驼怪，真让人小痛啊！看，他们也觉得你像长畸形了的泡泡。畸形，你全家都畸形！叫你不要泄露本座的身份，你哪儿不啊？不讲假话是我林一帆做人的宗旨啊！啊，你咋还在这儿呢？等我请你吃晚饭啊！啊，
这里还管饭，这么好的吗？你退衙了，退衙了，快走吧。饭都不饱。啊？指引我的圣使，这次又是哪个副本啊？最后强调。哎，是，哎呀，不是游戏穿越，不是游戏穿越，哎，快松手，快松手！哎，不是就不是嘛，动什么手啊？南瞻部大道，《三界上古神话演义》中说，远古时代，三界四周，东胜神，南瞻部，西牛贺，北巨卢，名山市属于南瞻部州。哟吼，还是有点脑子的马季。作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家，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储备，瞧不起谁呢？切！哎，听说了吗？名山大学那个怪谈任务刚刚又升星了。昨晚的爆炸闹的吧？哼，也是邪门，都1个多月了，去了那么多人，硬是没找出原因啊。现在危险升级都没人肯接了，有损防务署的正标头正头痛呢。哪儿来的中二病？这不是剑侠客那憨货吗？剑侠客！刚来就惊动了天书，除了古精灵，还只有这家伙了。你们侮辱谁呢？这小子蠢到惊动天书，而我们古堡一来就干翻4星妖风，有损命域试炼，直接金满照壁。他配和我们古堡相提并论？有损命域试炼。命域，天命之人异于常人的根本啊，决定着天命之人的战斗实力。这面照壁就是检验命域强弱的，命域太弱通不过，就别进时空之系送死了。而通过的人，照壁会视命域强弱，呈现金紫蓝绿白5级光芒，金满照壁为最顶级。目前只有古精灵达此成就。你准备好了吗？你拦我干什么？你的实力分界守卫妖风可行，天仙战士多帅气！走，傻妖风！你搁这干啥呢？大男人磨磨唧唧的，难不成怂了？哼，怂？我是那怂人吗？我只不过是在酝酿。这什么低级命域呀？怎么会这样？啊？啥意思？哎，等会儿，我可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绝对是这玩意儿的问题。嘿，吼，吼，嘿，嘿呀！裂了！人，正标头。
天启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弄坏这面照壁的人啊！少年，愿意猎杀妖风，冲锋陷阵吗？愿意做一名真正的勇士，正视淋漓的鲜血，守卫3界吗？那个不必多言，我懂。照壁一修，宝剑难觅。如此好剑，就该饮尽妖风的血。而你，少年，注定成为伟大的战士。我一直这么觉得。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套路的味道。眼下有个任务，正需要你这样英勇的战士去解决。给。蹦迪的诡异文物，莫名消失的古剑，离奇的爆炸，还有发疯的垃圾桶。大家都说是那个古城遗址挖到了什么邪门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你来偷垃圾的理由吗，吉利？别人夸你几句就把你忽悠瘸了，你的时间是用来偷垃圾的吗？你该去杀妖风，即时控制系杀妖风。哎呀，这你就狭隘了。勿以善小而不为，没听过吗？再说，那么多人都解决不了，肯定是在等待本天选之子闪耀登场。灭杀妖风，守卫世界，才该是天选之子的。别暴躁嘛。我打听清楚了，灵山大学古城遗址3个月前开挖，但怪谈是1个多月前才传出来的。那个时候好像刚从地下起出一批古剑。古剑？失踪的也是一把古剑。更诡异的来了，这把古剑失踪后，陈列室里的文物再也没有乱蹦跶过。怎么，认识？都烂成这副德行了，谁看得出来呀？也是啊。但不管怎样，根据我夏洛克·福尔摩林的高超推理，名山大学怪谈肯定与那把消失的古剑有关。废话太多，只会暴露你的智商，吉利。同样蹊跷的，还有昨晚的爆炸。你看我干嘛？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吉利。我知道了，绝对是那把古剑想召唤来自地底的邪恶力量。嘿嘿，我可真是侦探界的小天才！不过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把失踪的古剑，到时候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妖风，上个经理，愣着干什么？不要忘了你的使命！哎，这家伙，逗我呢？
逗我呢？我果然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哼！来呀，你个臭脚蟹！哼！接下来是我的，妖风小跑！这么猛的吗？连续长，生死的大螃蟹！不对，这么转折的。宝剑，我的无敌大宝剑。救命啊！可恶，又失败了！你小子究竟走了什么狗屎运？战路都断了，居然还能蹦跶！要不是本座神力大损，只能靠献祭镇灵修补封印，像这种命运弱爆了的家伙，本座早就……为什么能找到这镇灵，偏偏是这小子呀！啊，镇灵！这家伙什么垃圾命运，撞面前了羊头怪都不想搭理。哼，去！嘿嘿，战炉可是吸引妖风的神器，作为镇灵献祭修补封印，才是你这种战五渣能做出的唯一贡献。什么？这次我看你还要怎么回天！本座堂堂护镇神兽，凭什么要受这种人间辛苦？你干嘛呀？走路都没个声儿，基里。还好这小子啥也没听见。基里，
我仔细考虑过了。考虑什么？不要上演这种颓废男主的戏码。其实，守卫3界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哎呀，讲人话！我不杀妖风了。虽然抉择是痛苦的，但人生总是要做出抉择的。你就是怕死吧？我以为我真的要死在里面了。失败的兵家常识，失误而已。别怕，上就完事儿了。不要啊！喂，你可是3界救星天选之子，连你都丧失了战斗的勇气。什么天选之子啊！我差点就死了，要不是古精灵救了我。我不乱听的吗？鸡巴傻！不是上天赐你一点考验。什么考验啊？你的破老天要是真那么牛，那就让枯木开花呀！就让我日赚10亿啊！再不济也……这复原跟断剑给我看看啊！臭小子！这是……这真的复原了啊！这绿光！是那道绿光吗？绿光，是的，引起时空之系开启的是一把泛着绿光的古剑。少爷，您怎么看？此剑能量如此惊人，要引发一场爆炸，也未尝不可能。也许爷爷料的没错，建安古城一夜之间沉入地底，并非杜撰传说。这片废墟之下，恐怕藏着天大的秘密。那把剑呢？奇怪就奇怪在这儿，那剑莫名消失了。战炉可是神器，能复原战炉的来头绝对不小。我也这么觉得。会是什么呢？我知道哟。你知道？哎呀，这么简单还用想？当然是因为我是天选之子啊！没错，昨夜的意外只是上天给予本天选之子的一点小小的考验。我既然肩负重任，必将战斗到底，绝不会让妖风肆虐。嘿，居然对这小子心存幻想，是我失误了几率。不过也好，这小子肯再进入时空之系是件好事情。但那道绿光是什么呢？啊，对了，基里，你上回说3界上古神话传说里远古魔神之战的事儿是真的吗？基里，那就是英雄麾下4大护法5大守卫也是真的。基里，果然，我就说天选之子不可能没有护法的。护法吗？少爷，古城遗址那边已按您的吩咐暂停考古发掘，全力清查爆炸缘由。那小子呢？小少爷因为私做实验，引发名山大学骚乱，已被老爷禁足。是该好好管管了。新居的事，
已经布置妥当，今天就可以入住。很好。古精灵，我没看错吧？古精灵是出了名的孤狼，从没和人联手过呀。嗨，我早说了吧，剑侠客绝对大有来头，实力又强，未来可期呀。可期啥呀？在我们古堡面前，他就是个渣。来了来了，掐着柠檬来了。实际第一，笑看3击。强强联手，笑看疯狗。哎，等等，这剑侠客抱上了古精灵的大腿，那不夜侯被抢妖风之仇就这么算了？那哪能啊！不夜侯可是咱们南瞻部区数1数2的人物。期待不夜侯 VS 剑侠客宿命对决。经理，你干嘛呀？哇，你已经在用我给你准备的沙盆了，对不对？没有，我只是在松土。哎，对，松土。真是奇怪的癖好。少爷！此地条件有限，委屈少爷了。还行，辛苦了，孟伯。少爷，我不太懂。虽然最近过来的妖风实力见长，天书建议大家联手作战，但为何少爷单单对剑侠客感兴趣呢？直觉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强，但有时候又不确定。那一起猎杀几次妖风，不就可以确定了吗？能和我长久联手的对象，只有实力是不够的。人品这东西，比起道听途说，我更愿意相信自己所见所闻得出的判断。喂，你不觉得奇怪吗？奇怪？哪里奇怪？非富即贵的人会住在这种地方？嗨，本天选之子还住在这里呢。哼，你真打算把那东西送给你的邻居当乔迁贺礼啊？不行吗？升降然，多好。问题的重点不是这个，基里。喂，你真的不考虑换个吗？哇！这次考察务必低调，不可暴露你我天命之人的身份。喂，大羊头怪的，大羊头怪的，我们又见面喽！看来这位新邻居还记得少爷呢。恭喜搬新家了，大羊头怪的。我叫陆航。哎，嘿嘿。来，给我吧。多谢。哎呀，
客气客气，以后大家都是邻居了。哦，刚才泼了你一身土，实在不好意思啊。脏衣服在哪儿？我帮你洗啊。不用了。孟博，那换这里。哇！啊！怎么？这是什么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百炼精铁，锻造兵器所用。哦，哎，那这个呢？青龙石，强化兵器所用。这个呢？太阳石。那这个呢？玄武石。哎，你都是从哪儿收集到这么多的呀？南瞻部大道商会有出售，你若……啊，此物叫妖风元神。妖风死后会析出，你也有一枚。啊？那日你猎杀羊头怪后不知所踪，现在物归原主。哇，一枚3星妖风元神的价格可以买一整套强化石哦。哎，这么值钱的吗？喂，杀羊头怪你也有份儿，咱俩平分吧。猎杀者是你，不用。哎，能这样呢？好兄弟就要有福同享嘛。走走走走走。我说不用。哎呀，不用跟我客气，来嘛。喂喂。过来看看啊！过来了，我这儿的新最便宜。哎，没问题。你看这品质，我买了。嘿嘿嘿嘿嘿嘿。来这边。醒了！这是醒了！我有决战登基了！剑侠客，他不是抢了不夜侯的妖风吗？他俩怎么会搞在一起？不应该呀！不夜侯孤傲高冷，整个南瞻部除了古精灵，没人能入他的眼。哇，您这副业搞得可真有排面啊！客气客气，都是小本经营了。哦，东西不少呢。嘿，你这枚3星元神，小店愿意收下，出价350。啊，350？不行不行。小店是小本经营，赚不了几个小钱。便宜点，300。啊？最多250。成交。您拿好。哎，3天前，你收购一枚2星元神，出价600金。哦，原来你在坑我！哼，我是正经商人，又没有强买强卖，何来坑字一说？况且我只是顺水推舟。纵然顾客智力不高，但商有商德。对，要讲道德。智力不高，就说嘛，机灵。哎，罢了罢了，1000金，不能再多了。既然你不愿意分钱，那今儿就敞开了吃，这顿我请。
终于能下次馆子了。原来不是手套啊！妖兽还能打工的？那不是？真香啊！哎，陆航，你怎么不吃啊？不饿。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最难的时候，整整喝了3天白开水了。要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呢。真的？这让人怎么吃啊？齁咸！马上给爷重做！吓死我了，吉利！狗东西，滚开！你找死！道歉，郑重的给他们道歉。关你屁事呀！当然关我的事，爱护生命，人人有责。无论是妖兽还是流浪泡泡，都有自己的尊严。众生平等。不要！对不起！喂，你要对着他们的眼睛道歉才行啊！你妈妈没教过你吗？乖，没事的。嘘。谢谢你。妖兽还会说话？我是天命之人。哎！喂，陆航，你去哪儿啊？由陆氏集团成立的全球粮食基金会正式在我市剪彩落户。未来，该基金会将致力于解决世界粮食匮乏问题，帮助饥荒人口。喏，这小子居然肯跟着你瞎晃一整天，绝对有问题，基地。哎呀，善良点儿，别老把人想得那么坏。他虽然有点拧巴，但是个好人。时空之系。啊！这是什么妖风？4星妖风，邪灵，善隐遁，偷袭，千万小心。4星妖风，邪灵，善隐遁，偷袭，千万小心。快走！
尽力尽力，我给你保证。等等，啊，不要冲动，我先定一下战术。啊，定战术？邪灵敏捷，你先用偏红一击。偏啥？啊，不会，那就横扫千军。咋扫？啊？枉你惯用剑气，竟连基本操作都不会。前后夹击，固定腰部。是我大宝剑！攻他头部！这啥情况？邪灵遁地，情势危险，随时会从地底以急招进攻。跟着我。什么？小心！啊！啊！陆航，你脚下！快抓住！陆航，你没事吧？我来解决他。陆航，你就保护好自己。什么？战力有差距很正常，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这样很危险的。你不守规矩，不听指挥，不会招式，我救你，你还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你呢？要实事求是，直面差距。我是在关心你啊！阴险！卑鄙！无耻！哼，尝尝正义的制裁吧！你的确战力不俗，那当然，我可是天选之子。虽说有些莽撞愚钝，但你今后成为我的队友，多加历练，定能有所感悟提高。队友？哦，原来你想成为我的右护法呀！右护？你志向高远，可惜实力上还有那么一点点菜。所以，就算了吧。但是呢，也不要灰心哟，继续努力，加油！陆航，这也
陆航，我收回刚才的话，你不菜，你很牛掰。嘿呀，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我呢，会带领你消灭邪恶，维护正义。你先松手。以后战斗，我来带头冲锋，拯救世界。你作为我的右护法，要专心辅佐我哟。辅佐？本天选之子终于收集到第1枚小伙伴了。你连自己的看家招式都不会。哎呀，没事没事，这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强大。横扫千军，天虹一击，横扫千军。哇，陆航现的这本秘籍果然厉害，他可真是个好护法呀！我都说了，你是天选之子，不需要学这些凡夫俗子的套路。以前我孑然一身，但现在如果不好好努力的话，就不能保护右护法了。切，我看人家并没有这个想法。喂，编辑大大，是不是我的作品反响热烈呀？做你的大头王八！你画的什么鬼东西？明天中午12点前再交不出像样的稿子，你就等着被拉黑吧！唉，看来我的格调还是太高，普通读者跟不上我的审美脚步啊。还是拯救世界打妖风比较适合你弟弟。打妖风？打妖风？对呀，就是打妖风。喂，你去哪儿？喂，请拿好您的奶茶，欢迎下次光临。哇，太好喝了，应该给发明奶茶的人颁个诺贝尔奖。什么情况？他俩真搞在一起了？不夜侯可是号称千人斩的男人，已经拒绝了999个组队邀请了。难道这次？不可能！就剑侠客那小子，不夜侯怎么看得上？没什么不可能的，更离谱的都有。少爷既认可林一帆的实力，为何对组队一事如此纠结呀？一个有勇无谋、横冲直撞、带队送死的人，居然想当队长？哼，少爷放心，此事交给我去办。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喂，房东大叔啊，我的漫画更新了，打赏个呗。美女，关注、收藏、打赏一下。大黄，支持一下。打赏，点赞。
谁呀？大半夜的。你小子走狗屎运了。快看你的主页。真搞不懂现在的观众品味怎么了，这种渣滑稽居然有人关注。哇！趁热打铁，再教一话，最好有新人物登场，又黑又炸的那种，紧紧抓住用户。太好了，耶！吼，嘿嘿，又 A 又炸。嘿，有了。你也看看这个，很有趣。网易娱乐快讯：近日，秦墨受邀参加歌拿电影节，这是他本人第2次携作品参加，也是历史上第3个连续2年入围歌拿的青年组女演员。7分天注定，3分靠打拼，我可真是个光芒闪耀的漫画小天才。净搞那些没用的。喂，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打妖风拯救世界啊，吉利？择日不如撞时，我也想早点碰上时空之息呀，还能搜集点作画素材。嘿嘿。啊！你要干什么？别过来，不然我就要报警了。看你往哪儿跑！你报警也没用，他们可找不到这里的。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明目张胆的为非作歹，还有没有王法了？现在的坏人都这么惨，你没事吧？啊？卡！对不起。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个十百千万，这个数字也太不吉利了。你才不吉利呢！我今天刚开机，你耽误我多少事儿？催单。对不起，要不然你给我差评吧。你也吃一个吗？啊，好人。怎么哪儿都有你？居然来祸祸我家默默小天使，真是该死的剑侠客！吉利，太好了，献祭的时刻到了。哪来的大风啊！
熏不死我的，只会使我更强。横撒！终于要成功啦！王本族卧薪尝胆，受尽折辱，封邑即将修复，3界永世太平！我有没有看错？居然是古精灵！有生之年啊，终于看到古堡战斗了！哇，居然能在这里遇到古精灵，再断一条腿也值得。怎么又是他？坏本尊的好事！我去！这是什么级别的妖风？古精灵一击之下，居然没倒！5星！天选之子，怎么能让左护法一个人去战斗？我大宝剑横扫千军！他这么强的吗？古精灵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强啊？今后我们一起战斗，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去，这个家伙在干什么？漂亮！以为是匹黑马，结果是个坑逼。你们不觉得他那把剑有点奇怪吗？古精灵，古精灵，我们一起。你给我老实待着。阎罗令。亏是我看中的左护法。
元神呢？古精灵，古精灵，我们组队。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的作息时间？还有这个，第一，你不是队长；第二，这么丑，画的什么东西？最近时空之系开启频繁，妖风越来越强。说重点。那我的组合法吧，我们一起吧。不可能啊？为什么呀？来嘛，一起来嘛，来！我讨厌狗。狗？哎，狗东西？讨厌狗，跟组队有什么关系？哎，要知道女孩的心思有什么秘诀吗？你实力这么强，一定很受女孩子欢迎吧？这个是自然。啊！教教我，教教我。追女孩是要有技巧的。最重要的是胆大、心细、脸皮厚。你要做的第一件事，知己知彼。后面还有8个通告，熬得住吗？这是答题提纲，别有答错。千万别答错哦。好了，这边菜方准备了，准备好了。今天的快问快答粉丝福利时间，我们采访到当红影视明星秦墨。听说你曾连续拍戏72小时，拍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撸猫。那请问你觉得自己是比较温柔还是比较可爱的人呢？比较飒的人。作为王导的御用女主，你觉得她看中你身上的哪些品质？好用。你真幽默。第二件事，投其所好，用真诚感动他。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来一张粉丝心愿牌吧。哇，是唱歌，让我们欢迎。抱歉，到时间了。齐木，和我一起吧。现在这些私生饭脑子瓦特了，还是纸花？纸花怎么了？存放50年，不屑不腐，地毯环保。我可是折了1个晚上的。欺负人。第3件事，越挫越勇，遇到挫折不可轻言放弃。秦墨，齐墨，跟我走吧。永不言弃，永不言弃。那是孤儿院。小莫姐姐来了，快点儿！啊！快点儿！爸爸，快点儿！耶！小莫姐姐好。
小雷他们踢球了，也给我们唱首歌吧。小莫姐姐长得这么好看，唱歌一定很好听。啊，齐墨要唱歌了。一念执着，世界何来微弱，不能燃烧的心火，让我了解你的心魔。命运将好难听。小莫离开这么久了，唱歌还是这么一言难尽啊。营养家庭来了，也是小莫帮忙联系的。哎呀，这些年他可帮了不少孩子，不容易啊。是啊。被人领养，又疼爱自己的养父母，也是幸福的人生开端呐。唉，我最后一次见到我老爸，大概也是他这么大吧。现在想来，对老爸的印象都有些模糊了。人都需要陪伴，老是一个人会孤单的吧？秦墨，做我的同伴吧，做我的左护法，一起组队打妖风。我可是集运气与实力于一身的天选之子哟！小莫姐姐，小雷从秋千上摔下来了。我来帮你吧。去啊！杰莫，等等我呀！我果然还是讨厌狗。哎呀，走那么快干嘛？给冰袋，让开。哎呀，不要不好意思嘛，拿去敷一下啦。我不需要冰袋，也不需要同伴。让开。同伴，组队的事你果然听到了。左护法，等等我呀！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弃你的。啊！他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了。糟了，刹车！哎呀，应该早点修好这破刹车的。对不起，我会赔偿的。闭嘴！我很强的，你再考虑一下啊，秦墨，秦墨。他有段时间不会骚扰到你了。喏，你想怎么做？打扰一下，热牛奶。教训一下这个私生饭。我已经这么真诚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愿意做我的左护法？
天书公衙提醒您，您的罚款2000金已逾期未缴。见侠客领一番，念在初犯，只警告罚款。稍后你会收到处罚详单。没事，努力打妖风就能还上。旭阳刚赔偿费，请我提出维修费。没事，虱子多了不怕咬，只要稿费按时到账。编辑大大，是要结算稿费了吗？还敢想稿费？你的漫画因为抄袭已经下架了。啊！别想拿到1分钱，呸！业界败类！不可能啊，都是我呕心沥血的原创内容啊！你等一下，我马上过来。时空之系，第一份1枚眼光，老康条，房子我已经买了，我把钱付齐，你不偷的东西那些稿子都给你丢出去。不要动我手稿！那些稿子都给你丢出去！要成为优秀的漫画家，日行一善，拯救世界。孩子失去想象，乘风破浪，路长就是逐字画像，谁承上？这就是我心之所向，只有你从不会遗忘，你是指引我不凡的平凡的一道星，穿行在宇宙间的你我，在某个转角遇上，在风中追着风。住彩虹，已经忘了什么是千山万重，此刻相拥，我迷。